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12月7日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6篇第5节到第10节，路德记第1章第6节到18节，彼得后书第3章第1节到第1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应允。立约甲应允基本上两个代志是无啥物真共。头前咧讲的立约，应该是双向的，就是互相立约。应允大部分来讲是单向的。咱看见着即个台语还是讲中文的翻译应允。基本上是一个对顶下面的一个成立，安尼的翻译真符合圣经的原则。但是英文基本上这是双方面的成立的关系。成立想要做什么款？成立要互人什么物件？成立的一边就必须爱去执行，但是真可惜，对人来讲，来有信用面对成立，并毋是遐尔重要。就好像参像伫政治上，有发生过即个当选了后佮走去的代志。亲像伫几年前的高雄市长，最近伫台北市的议员，这种基本上就被归纳伫迄种骗票的这个范围的内底思考，这毋是成立，佮较袂无法度甲圣经所咧讲的应允来相比。路德记的记载，咱看到几个真水的成立。这是有关犹太人的婚约，就好像亲像保罗伫以弗所书所讲第5章22节到33节，咧讲到做某的着爱忠心，爱顺服丈夫；做丈夫的着爱听某，爱愿意为着伊的太太来牺牲性命一样。咱看见路德记拿俄米。确实超越了这种的标准，伊用上帝的听来做伊的听。当伊的丈夫甲两个后生拢死亡了后，圣经记载拿俄米就甲伊两个新妇安尼讲。圣经记载拿俄米对两个新妇讲：“恁拢转去恁的后头吧，愿上帝用仁慈对待恁。”亲像恁好对待我，甲已经过身的人同款。愿上主互恁两个人有机会搁再结婚，拢有归属。这种是完全徛伫这个听新妇的立场咧做思考，特别是因这两位新妇拢是摩押的女子，咱咧讲是外邦人。拿俄米伊不但是来接纳因进入这个家庭，佮较伫家庭发生变故了后，为着因来设想，起初这两位新妇拢无愿意离开，因就回应拿俄米讲：“无，我要缀你到对恁本族遐去。”这当然是真符合伫犹太婚姻道德的标准。就算是因拢已经失去先生因犹原愿意留落来。拿俄米毋甘因将来会对伊受苦，所以就讲：“查某囝，恁还是转去吧。为什么要对我走呢？我有可能搁另外生一个囝，互恁做翁吗？转去吧，我的查某囝，去吧，我已经伤老，袂话搁再结婚，就算有一点点仔愿望，
会当伫今仔日用合结婚，而且生囝，恁愿意等因大汉吗？恁会通等甲无去嫁别人吗？无我的查某囝，这是无可能的。上帝处罚我真为着恁艰苦。这也是咱看到犹太教对摩西所领受的这个道德的标准甲原则。当大兄过身了后，小弟就有迄个责任来将阿嫂甲带入来。但是拿俄米已经无囝，伫苦劝了后，后来这个大新妇俄尼巴就甲伊小金来甲伊相死，就转去伊的后头厝去。但是罗德却毋甘离开。拿俄米搁一摆对罗德讲：“罗德，你的阿嫂已经转去伊本族甲伊的上帝遐，你也缀伊转去吧。”但是咱看见罗德却是已经真打定主意要来军队拿俄米，伊就回答讲：“请毋通叫我离开你，互我来对你做伙去吧。你到倒位，我嘛要到遐；你住伫遐，我嘛要住遐。你的民族就是我的民族，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。你是伫倒位，我嘛要死伫倒位。你葬伫倒位，除了死，任何事袂会互咱来分离。若是我违背这个咒诅，愿上帝大大来处罚我。”这是一个非常坚定的承诺，坚持到底的决心，并无因为这个情形的改变留落来，好啦，亲像对家己不利，伊就选择来离开。嘛是因为人来忠实地承诺上帝赐福的应允，就必定临到这个忠心的人的身上。这也是为什么咱看到耶稣的家谱中间，上帝应允将罗德来放伫伊拯救历史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。彼得也甲基督徒讲，基督应允要过来。正像耶稣基督家己所讲的：“我去是为了恁避难所在。”就要搁倒转来接恁回去。这个应允亲像新郎甲新娘的婚约，同款是坚定袂摇动的。伊要过来，这是上帝对创世以来就已经定的旨意。彼得讲：“但是亲爱的朋友啊，有一件事恁袂通无记住。伫主的眼中，1000年若亲像一日，一日若亲像1000年。主并无亲像一般的人所想的，拢无实现伊的应允。相反的，伊宽容恁，因为伊无愿意有一个人沉沦，却着爱人来悔改。但是主过来的日子，就亲像贼仔忽然间来到一样。伫迄日，这个天要伫大的响声中间来消失，天体伫大火的中间受到烧毁，大地甲万物拢会消灭。虽然咱周围的人总是会支持、会怀疑咱，但是上帝应允并无因为安尼改变。只是伊的时间还未到，因为伊满有慈爱，满有温慈、怜悯，并且信实，伊是安尼上帝。基督徒的咱必须爱真坚定来相信，
就必定会当蒙恩得救，并且伫将来会通进入伫伊所应允之美好的所在。诗篇146篇第5节到第10节。雅各的上帝帮咱的人真有福气。上主因的上帝是因的仰望，伊创造天地海，嘛创造其中的万物。伊永远信实，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，伊赐食物予枵餓的人。上帝偷放受关押的人，上主予痴迷的会看见。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，上主疼惜义人。上主保护出外的人，扶持孤儿寡妇。伊互歹人的路行袂通，上主会永远做王。锡安啊，你的上帝要做王，直到万代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感谢上帝赏赐应允，就算是阮因为软弱来离开真道，主会永远赏赐救恩，只要阮愿意回头来向你，恳求主继续来带领，保守阮行头前的道路，互阮通得救。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